喂，刘大伟，你演哪儿去了你？啊？哎，大伟。你电话响了。喂，刘大伟，你演哪儿去了你？啊？你把小东一个人搁在家里，你马上给我回来。好好，田芳回来了，我得回去。好。看来经济基础还是不能决定上层建筑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有耐心，我会等。那我走了。走吧。我开车送你回去吧。真想送我？别害怕，走吧。我放你走。哦，对了，您别忘了，明天咱们请建委配套办。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工作？看来我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前期的经理让你做是对的。那我走了。怎么当天就从省城回来了？你的意思我就不用回来了是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哪有那意思呀？咱们这个家一天也离不开你啊！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到省城去跑工作，你也不说帮我分担一点，你让儿子一个人在家呀？没办法，今天建委配套办请客吃饭呀。是建委配套办重要还是儿子重要？儿子在李大妹家吃饭呀，他赋予功课，我不能守着他吧？你让儿子上李大妹家吃饭去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能让他跟钟焕敏在一起。你真是还往他们家里送，不至于那么邪乎，你这……哎呀，不说了，烦死了。你怎么想起去省城了？玻璃厂改制结束了，没想到让我和工人一起都内退了，只好到省里去找老书记杨书记。杨书记怎么说？他给劳动保障局打招呼了，让我明天去一趟。杨书记打招呼了，这事儿不就成了吗？可我心里堵得慌啊，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，没想到这么一个结果。人呐，要能上能下，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。
命运这事谁能说得清楚啊？你放心，你不当领导了，内推在家，我还可以养活你。你养活我？啊？我现在挣的钱足可以养活你，还可以供儿子上大学呀。你看你不当领导了，也没车了，我有车了。你有车了？我今天开车回来的。明天正好送儿子上学，然后送你去劳动保障局。你哪来的车啊？茉莉呀，莫董事长。他送你车干什么呀？我对公司有贡献呀，奖励我的呀。你看，你老公有出息，你应该高兴啊。高兴。大妹儿，康敏。哎呦，哎，大伟，哎，这是你的新车呀？啊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呦，真漂亮哎！上车，我送康敏上学，反正是顺路啊。行，我们也享受享受。啊，走。哎，我怎么看田芳骑车走了？当厂长了，没车了。我刚才让他上我车，他玩个性，脾气太倔，非得骑着我那自行车上劳动保障局跑工作去了。他最近心情不好，你多安慰安慰他啊。行，谁都有倒霉的时候。上车，哎呦，真漂亮！什么事都能过去啊！哎。省级，陈局长，我是玻璃厂的。哦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。早晨一上班就接到杨书记秘书的电话，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。我昨天晚上就赶回来了。是这样，现在机关不是都在精简人员吗？我呢，刚才打了几个电话，他们暂时都不能安排，就是安排了也是临时性的工作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我会想办法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。你想，杨书记亲自安排的事情，我不会马虎的。那您看大概得多长时间呀？我会尽快想办法。考虑过你的条件，已经没有适合你的专业了。如果搞别的工作呢，你又没有大学文凭，这样，我会想办法给你搞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工作。您最好能够快一点，我在家一天都待不住了。是，我可以理解。不过你看，现在要过年了，怎么着也得过完元旦再看看吧，好吧？行，那我就不打扰您了。好。哎呦，董事长，不好意思，我进购买队工作了。这是老板亲自给你买的西服，试试吧。我看你应酬总是那一套衣服，我挺没面子的，就当工作服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受宠若惊。真合适。老板，你的眼光真好啊。太贵了吧？我穿着是不是有点过呀？过什么过啊？你那个衣服品牌不行，不适合你的身份。你们俩聊吧，我还得去银行呢。谢谢啊。谢什么谢呀？你谢错人了。
直不愣登坐着不睡觉干什么呢？睡不着。我这工作一天不解决，我一天都睡不着，脑袋枕头上，满脑子都是厂里的事儿。还是玻璃厂呢，马上就拆成平地了。哎呦，快睡吧。哎呀，你不能坐起来听我说一会儿话啊！听你说什么呀，陈糠烂谷子，睡吧。现在嫌我陈糠烂谷子了是吧？不是那时候求我的时候了是吧？起来，起来，你听我说会儿嘛。我跟你说呀，你真的落伍了，你老了。知道姥姥的标志是什么吗？新的记不住，老的忘不了。坐下就打盹儿，躺下睡不着。你现在好了，翅膀硬了。哎呀，人呐，到什么时候就说什么时候话。你没看出来吗？我现在朝上面走呢，你呢，往下戳溜。总结啊，